The world is watching the light shine bright。大家好，好耐冇介紹新牌啊！見唔見件衫係咩啊？近啲睇 ，OK。世界盃2026年 FIFA 世界盃嘅啤牌，呢個係大會嘅牌。咁啊，坊間有啲嘅其他款啦，咁啊未必係佢嘅，呢個就真真正正係佢大會指定啤牌。咁啊，好快嘅今集，咁啊，介紹俾大家睇。好 FIFA 2026世界盃啤牌，咁啊，呢副咧就比較特別啲嘅。咁呢副咧就係喺北美嗰邊嘅。咁啊，其實今年嘅世界盃有3個國家啦，要比賽嘅話，佢就墨西哥、美國同埋加拿大。OK， 咁啊呢個就係佢個指定牌嚟嘅。咁啊一個膠盒嘅啫。好，開咗佢先，好，攞出嚟。好啦，背脊咁樣啦，唔係太好 friend 嘅啫呢副牌，因為都唔係跛食過同佢出，所以就啲紙就有啲普通啲，即係真係好似印咗出嚟咁樣嘅啫。好，咁啊開始就係紅心啦，你見到佢係肥啲嘅隻紅心，就唔係正常嗰啲嚟肥少少嘅呢隻，冇乜特別。好，積女傾就有少少設計啦。啊呢個佢細咗少少咁嘅感覺 ，Queen 就咁樣嘅 ，King 就咁樣嘅，竹卡佢中間突然間出現嘅呢個 ，OK， 咁啊紅心跟住就階磚，正常應該係葵扇紅心梅花階磚嘅，但係佢係紅心階磚。好8、9、10，咦好似一樣添啫喎，睇就知啦。冇印，即係冇其他設計，就咁做咗佢嗰個嘅，即係13隻咁啊算啦。竹卡黑色，跟住梅花，都係冇變，個設計都係一樣。葵扇呢啲就真係好公舞嘅啤牌啦。好啦，就咁樣嘅，好簡單一副牌，冇特別。總之就係13隻 ，OK。好快脆一集啊！咁啊，世界盃啤牌冇乜特別嘢要講，因為佢設計實在太少。所以平時我都中意啲啤牌就係佢多啲設計嘅，起碼就係佢張都有啲設計啦。呢啲就真係我哋叫公舞啤牌。佢積女傾咁就係3隻個設計，咁就冇其他嘅，即係正常其他嗰啲好少少嗰啲就會係Jack King King 就會係嗰12隻都有設計啦，2隻竹卡都有設計啦。比佢更加好啲嗰啲咧，就會係成副牌都有設計嘅，咁啊再加埋其他嗰啲特別嘅嘢啦。只不過呢個就係佢個紀念牌嚟嘅啫，咁啊真係冇特別嘢，咁啊簡簡單單一集。咁啊，如果再揾到特別嘅啤牌，再介紹俾大家。多謝晒，拜拜。